自细汉就住遮啦，做田做20几年啊。啊，离开故乡哦，啊，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无做。啊，退伍转来了，再不继续来遮做。苏慧君有没有在这里？啊，像讲我来做玩具医生，我嘛是感觉讲，这嘛是一个圆梦的一种嘛。搬一刀啊，啊，四个脚向上天。自讲这个代志，我来讲，我感觉受益的是我。啊，如果你互人风态落干扣啊，唔免就麻烦你囝请人咧顾安尼啦，工人钱得2,000块安尼啦。这40岁吼，伊是甲我讲食老咯，咱搁做再有诶无诶啦。我讲你莫甲我动，因为做我会振动，我振动吼精神较好。先生，起床啊！起床了，没煮了。关掉，赶快下来吃。来，进来啦。好了，小等下我搁穿鞋啊，鞋还未穿好的啦。水好。搁一档250年，我阿捌看过电影，阿捌去遐付费啊。阮太太也算淡薄仔较衰啦，伊一路吼陪伴我14年，这点，互我足感动的。我是影足感谢你的。阿嬷若教你的是拢叫你讲，咱的做人的基本拢爱对这时代尊重，爱会晓，安尼乖乖啦。阮老爸头拄仔就讲，10 kg 伊就袂挡袂了。你话来时，你才会知影讲家己身体偌好。想讲叫阿嬷去比赛啊，阿嬷的学习能力足强的，教一摆就会晓的。来去试看卖嘛好。甲咱一个甲底身躯才去，咱兜迄个我种的物件，你莫甲摸啦。有年岁的人，正经爱行出来。你出来哈，加减啊学嘛，视野你会较宽。啊，那就退休，啊来遮5路也无创啥，经过啊，来影咧那尔也无创啥。唔免去讲探出人讲拉好遐啦，就安尼有通食有通用就好。老干吼啊，比食什么款药啊拢较好，老干。咱摕我安阵参加到80，啊，搁5档的咯。你4人捌参加比赛，头一届比赛，啊，着4块金牌。我真介意跳舞哦，20外岁啊，跳到即久76岁啊。有啥物款的想法，咱会当讲对家己、对社会拢有一个贡献安尼吼。我感觉讲圆梦几岁拢毋是问题啦。哇！15免收水啊！阿伯，你有爱阿姆无？哦。